你有冇試過人工加咗，戶口啲錢多咗，但依然覺得自己唔夠富有？又或者見到人哋買樓買車、出國旅行，心裏面諗佢哋先係有錢人，我邊有得比啊？但係如果我同你講，其實你已經係全球最富有嘅10% 人之一，你信唔信？點解好多人就算戶口有6位數、7位數，甚至成億身家，都依然覺得自己唔夠有錢？今日就想同你分享呢一本持續邁進嘅第20章，一個關於心理上嘅貧窮感，同埋點解夠唔夠有錢其實永遠唔係數字問題嘅故事。呢度係睡前讀10頁書，記得聽之前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第20章，點解你永遠都覺得自己唔夠有錢？其實你可能早已經好有錢，只係你唔知。點解呢？呢日係2002年嘅聖誕節，成個西維珍尼亞州嘅人都瘋狂咁使錢，使得又快又狠，毫不手軟。但係佢哋唔係買禮物，唔係買蛋酒，佢哋買緊啲咩？係彩票。下晝3點26分，買彩票嘅熱潮去到高峰，每一秒就有15個人買緊。隨住時間嘅流逝，3秒鐘之內又有45個人滿懷希望咁加入咗買彩票嘅熱潮。即刻維特克都係其中一個，佢平時唔會買彩票，但係今次頭獎係超過1億美金，佢又點會唔心動？佢買完之後就返咗屋企揾佢個結咗婚40年嘅老婆 Jewel。喺當晚嘅11點開獎之後，Jewel叫醒咗已經瞓咗覺嘅 Jack， 因為奇蹟發生咗，佢哋中咗5個號碼入面嘅4個。雖然唔係中頭獎，但係上床之前佢哋已經知道有6位獎金等緊佢哋。第二朝返工之前，阿 Jack 開電視睇到一個震驚嘅消息，喺前一晚公佈其中嘅1個號碼係錯嘅。阿 Jack 即刻拎返佢嘅彩表出嚟，再核對號碼，當場呆咗，講唔出一句說話。佢哋中咗美國歷史上最大嘅單注頭獎，係3.14億美金。阿 Jack 就一次過拎晒啲現金，扣稅之後實收1.13億美元。但你應該都估到呢個故事係冇一個好結果。喺阿 Jack 攞到1.13億美金之後，短短嘅2年之內發生咗好多事。佢個外孫女過咗身，可能係因為藥物過量。佢同佢老婆 Jewel 分居，佢自己沉迷賭博，仲用錢去引女人同佢發生關係，仲酒駕。最終阿 Jack 將所有錢花晒，1蚊都唔剩。你可能會諗，尼克，你又講彩票得獎人跌落深淵嘅老土故事？我之前冇講一個細節，阿 Jack 其實原本已經好有錢，冇錯，係買進呢一張改變佢一生嘅彩票之前，阿 Jack 已經擁有咗超過1700萬美金嘅資產。咁佢係點樣賺返嚟嘅呢？佢係一個成功嘅生意人，喺西維珍尼亞州有一間工程公司嘅老闆兼總裁。我講呢個故事係證明咗一樣嘢，就算一個人本身好有本事、有錢、有道德、有判斷力，金錢都可以令到佢完全改變。阿 Jack 唔係一個壞人，佢養家、照顧外孫女，有上教會。佢中咗獎之後，仲捐出咗1000萬美元去成立慈善基金會。但係當引誘出現嘅時候，佢就頂唔住。錢真係咁有力量，會改變人。最諷刺嘅係，如果阿 Jack 當時意識到自己原本已經好有錢，呢一個悲劇可能完全唔會發生。咁我點知道阿 Jack 唔覺得自己有錢呢？好簡單，其實佢明明已經有1700萬美元身家，但係仲要買彩票。有啲人會話，咁佢咪就係貪咯。但係根據我嘅經驗，要真正認知到你已經好富有，其實係冇想象中咁容易。喺2010年嘅中期，我同一位朋友，我哋就叫佢做阿 John， 傾開美國咩叫做有錢。阿 John 喺美國三藩市其中一個最富裕嘅城市大個，佢父母都有研究所嘅學歷，一個係醫療界，一個係教育界，都係好出色嘅事業。
但係阿莊竟然同我講，佢唔覺得自己係有錢人。佢解釋咗點解。喺阿莊16歲生日當日，佢老豆送咗一份禮物俾佢，1000蚊，叫佢開一個證券嘅戶口，學下點樣投資股票。喺嗰日嘅下晝，佢同佢最 friend 嘅朋友阿 Mark 講咗呢一件事，順便問下 Mark 生日收到啲咩禮物，因為佢哋兩個人生日都係同一日。阿 Mark 就答話：我都收到同一樣嘢喎。阿 John 聽完之後好驚訝，佢心諗：我老豆同阿 Mark 老豆係好朋友，可能兩個人真係講好咗一齊送同一份禮物俾我哋。但問題係阿 Mark 佢屋企人係超級有錢，阿 Mark 個阿爺創立咗一個好出名嘅投資公司，佢老豆係喺某大型嘅科技公司嘅董事會成員，以淨資產嚟計，阿 Mark 已經係佢哋屋企億萬富翁嘅級別。所以聽到阿 Mark 佢收到1000蚊，阿 John 就一頭霧水。阿 John 之後再問：咁你真係收到1000蚊？阿 Mark 就有啲尷尬咁講：其實係10萬蚊，但都係一樣啦，基本上都係股票錢。呢一啲叫有錢，嗰一啲都叫有錢。喺2002年至到2007年期間，我都覺得自己算係有錢人，起碼喺某一種程度上係有錢。我屋企係有一部好大螢幕嘅電視，仲有一架越野車同埋一架跑車。屋企係3層屋嘅別墅，仲有保安駐守嘅屋苑。我就讀學校嗰啲同學都叫我哋嘅社區叫做 The Gates， 就好似比爾蓋茨咁嘅生活。但係之後我先知呢一種奢華嘅生活只不過係短暫。我阿媽同我繼父喺2007年用咗20幾萬嘅美金買咗3層嘅屋，去到2007年嘅年頭，嗰間屋已經升值到60幾萬嘅美金。成個升值過程期間，我哋不斷做增貸，即係將間屋升咗值嘅部分拎出嚟做現金。只要樓價繼續升，我哋就可以靠呢一間屋繼續過高級嘅生活。但係樓價冇繼續升，反而跌咗。去到2007年年底，樓市崩盤，一切都玩完。我哋唔單止失去咗呢一間屋，連嗰啲越野車、大電視、跑車都要賣咗佢。以前我哋叫呢個屋苑 The Gates， 而家係變咗一道牆，隔住咗我哋冇可能過返以前嗰種生活。由嗰陣時，我哋唔再係有錢人，但一直去到我入大學之後，我先真正意識到我哋以前原來係冇咁富有。我永遠都唔會忘記大學第一個星期，我發現我住大一嘅新生宿舍係有20個人，入面竟然淨係得2個人冇去過歐洲，而我係其中之一個。事實上，去到嗰陣時為止，我人生坐飛機去過最遠嘅地方係新墨西哥州，而嗰張機票仲係我攞咗科學獎之後嘅錢去嚟做獎勵。回望當年，我終於明白點解我會覺得喺2002年去到2007年期間，覺得自己係有錢人，因為我知道咩叫更加差嘅生活。喺我哋搬入 The Gates之前，我同屋企人住喺一間 condo 叫做公館公寓入面，個爐頭成日都入面有曱甴，每次煮嘢食嘅時候，佢哋就會跑晒出嚟，爬上煮食爐入面取暖，就好似一啲壁虎出嚟曬太陽咁。佢哋仲會走入我嘅乾糧櫃入面，留低一堆啡色嘅細細粒，超級核突。直到今日，我仲記得嗰一堆曱甴就會起晒雞皮。不過雖然嗰度環境差，我生活入面其實仲有好多好嘢，我唔會捱餓，屋企人對我好好，仲有屬於自己嘅電腦。但嗰陣時，我唔覺得自己過得有幾咁好，因為我嘅世界淨係得呢一啲生活，冇得比較。就好似我朋友阿莊，睇唔到自己原來係好有錢，因為喺佢嘅成長過程入面，佢成日只係見到一啲比佢更加有錢嘅同學。可惜，就算你之後真係變得更加富有，呢一種感覺唔一定會消失。點解就算係億萬富翁都唔覺得自己係有錢人？你可能會咁諗，等我有一日變成億萬富翁嗰日，我一定會覺得自己真係有錢啦。唔係咁簡單㗎。例如前高盛集團嘅 CEO， 而家已經係億萬富翁嘅阿 Loy，
喺2020年2月接受訪問嘅時候講咗一句震撼嘅說話，我都唔可以話自己係有錢人。佢話我唔覺得自己有錢，我亦都冇表現得自己好有錢。佢話自己喺邁阿密同紐約都有一間公寓，不過佢堅持唔會買大部分嘅奢侈品。佢仲講笑咁話，如果我買咗架法拉利，我會成日擔心部車會唔會俾人刮花。你可能聽完就覺得呢啲係咩講法嚟㗎？但我知道佢點解會咁諗，因為當你成日都同一啲超級有錢人嘅人一齊生活，你淨係得個10億美元嘅身家，你喺一啲超級有錢人嘅眼中，你只係一個窮人。不過客觀啲嚟講，阿羅其實係全美最頂尖0.01% 嘅富豪。根據經濟學家嚟嘅研究嚟講，喺2012年全美收入最高嗰個0.01嘅家庭入面，淨資產最少係要有1.11億嘅美元。就算你將2012年之後嘅資產價值上升嘅因素加埋落去，阿羅仍然係穩穩陣陣係全國最有錢嘅0.01% 入面。但係呢啲人都係唔覺得自己有錢。阿羅其實唔係唯一有呢一種感覺，我唔算有錢嘅睇法。其實好多收入高過水平嘅人都唔覺得自己係有錢。有研究指出，收入中高嘅家庭往往低估咗自己實質所處嘅生活水平。舉個例，學術期刊發表過一篇嘅研究報告，發現好多收入超過全國一半嘅家庭，其實佢哋唔知道自己係屬於較富有嘅一群。研究指出，連一啲收入已經去到全國前10% 嘅人都以為自己係屬於第60至到80% 嘅之間。你可能會覺得咁都唔知自己算係有錢人。但係如果你將我自己覺得有錢嘅呢一種感覺當成係人物比較嘅問題，你就會明白。史丹福大學教授喺佢嗰本書《人際網絡解密》入面提到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解釋點解好多人都覺得點解我啲朋友個個都好似交友多過我。答案就係一個社交網絡理論，叫做朋友悖論，即係話你啲朋友平均嚟講係比你有更加多嘅朋友。點解咁講？因為一啲最受歡迎嘅人係會喺更加多嘅朋友圈出現，相反嗰啲冇乜朋友嘅人就出現得更加少。咁你自然就會成日都見到嗰啲交友王者，而係忽略咗大多數人其實都係差唔多。你將呢一個邏輯由社交圈搬去財富圈，你就好容易明白點解咁多人都會覺得自己唔夠有錢，因為你一定諗得出至少一個比你更加有錢嘅人，而你又認識比佢更加有錢嘅人。如果佢哋揾唔到新人，起碼可以講得出一個名人 Bill Gates、Elon Musk 等等。總結就係幾乎所有人都可以指住隔離嗰個人話佢哋先係有錢人，我唔係。所以呢一啲極端嘅有錢人都可能真心覺得自己唔係有錢人。咁你會唔會覺得自己係有錢人？因為你可能比你自己諗嘅仲要有錢得多。舉個例，如果你嘅淨資產係多過4210蚊美元，根據瑞士信貸發佈2018年全球財富報告，你就已經富有過全球一半嘅人口。如果你淨資產係多過93,170蚊嘅美元，即係大約73萬嘅港幣，即係差唔多等於美國淨資產嘅中位數，你就屬於全球最富有嘅前10% 人口。雖然我唔識你，但係我認為如果你係全球排10% 嘅人，你就係有錢人。但如果你可能唔認同嘅話，你會話你攞嗰啲同開發中嘅國家農夫比唔公平㗎喎。咁你又估下阿羅會點睇？佢大概都會話攞我同你比夠唔公平啦。冇錯，講事實，阿羅自己唔富有的確係比你話自己唔富有更加誇張。但其實呢兩個講法都係同一種嘅邏輯，只不過係吹毛求疵嘅程度唔同嘅啫。咁你會話全球前10% 算唔算有錢？前1% 呢？前0.01% 又點啊？咁你要用乜嘢嚟做基礎？係全球，係你嘅國家，定係你住緊嘅嗰棟樓？冇一個標準嘅答案，因為有冇錢呢一個係相對嘅概念，
一向都係，而家係，將來都會係。你生活中充滿咗呢一啲相對嘅比較，例如喺2019年，如果你想成為美國最富有1% 嘅家庭之一，你只係需要1110蚊嘅美元淨資產。但係如果你係要用年齡再加教育程度去分類，咁最頂嘅1% 所需要嘅資產就可以由30萬嘅美元去到3050萬嘅美元不等。舉例，如果你係35歲以下，高中未畢業，你只係需要34美元就已經係入咗頂尖嘅1%。如果你係65歲至74歲，受過大學嘅教育，你係就需要3050蚊美元，你先係能夠入到頂尖嘅1%。所以點解你永遠唔覺得自己有錢？因為你永遠揾到一個比你更加有錢嘅人。但係問題係，當你自己覺得唔夠富有嗰陣，你有冇諗過有好多人嘅眼中，你就係佢哋嘅有錢人？咁所以冇人係覺得自己真係有錢人。點解？因為永遠都係揾到一個人，明顯係比你更加有錢。但係最關鍵係，當你覺得自己唔夠有錢嘅時候，你有冇諗過，其實已經有唔少人會指住你話，你先係嗰個有錢人。我哋呢一章已經探討過點解永遠唔會覺得自己有錢。下一章我哋會講到一個資產可以真正令你覺得自己比其他人有錢。呢一章第20章，點解你永遠唔覺得自己有錢，已經講完啦。佢嘅總結就係講緊，其實你永遠可以揾一個比你更加有錢嘅人。呢一個有冇錢其實唔係一個絕對嘅數字，而係一個相對嘅感覺。所以你要學習，你其實可能已經好有錢，只係你未察覺。你要去感恩你自己已經擁有嘅嘢。咁我自己個人嘅感想就係，我好鍾意呢一章，因為有好多時其實我哋冇去睇返我哋自己擁有嘅一切，淨係識得追求一個數字。我今個月要再儲幾多錢？其他人喺網絡上，譬如去到30歲係應該儲緊幾多錢？大家出一個 post 會話30歲我儲到50萬係多定少呢？跟住下面好多留言話我30歲已經幾百萬嘅儲蓄噶咯。有啲人就話我得幾萬儲蓄噶啫。大家係一個相對嘅比較，其實呢一啲係冇需要啦，因為我哋每人有唔同嘅生活背景。可能有啲人一出嚟做嘢就要搬出屋企，要俾家用，要俾好高嘅租金。但有一啲人就會生活比較輕鬆，就可能有屋企嘅依靠等等。咁呢一啲永遠都係一個相對嘅比較。我哋係應該學習去睇返自己擁有嘅一切。可能你身邊已經有一個好愛你嘅屋企人，有一個好舒適嘅生活，可以買到你自己想買嘅嘢。可能其實你已經好富有，唔需要成日都去諗緊嗰個比你更加有錢嘅人，嗰啲人先係有錢。其實你都可以成為嗰個富有嘅人。希望你喺呢一集都有所收穫。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唔覺得自己有錢呢？如果你都鍾意呢一條片，希望你會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一章再見，拜拜。